南投中興新村的耶穌君王堂，這間天主教堂呢已經有65棟的歷史啊。即馬教堂的厝頂是因為柴苦漚氣，所以有漏水的問題。這越南籍的劉洪福神父呢，其實普通時啊，因為對這越南籍的移工甲新住民是真照顧，所以即馬有真濟越南移工甲越南的教友是決定捐錢要來倒還厝頂。好，歡迎來喝咖啡啦。越南籍的神父劉洪福熱情邀請大家，這是南投中興新村的天主教堂，佫來為教友咧討論整修教堂的厝頂的問題。多多少少會有濕氣，而濕氣的話，它有木頭就對啊，上面就對啊，可是我們看不到啊。厝頂唔拿就去，佫會漏水，規劃10月就愛動工，修理愛700多萬。啊，毋過現主時才募款到150萬。啊，毋過真濟越南的移工啊，佫新住民，因為平常時啊受到劉洪福神父的照顧，決定捐因的所得來甲教堂鬥小天，決定捐因的所得來甲教堂鬥3工。2樓那邊也有那個漏水。目前他們就會可能奉獻3個月，每一個月是1天的工錢，不管多少，每個人，然後對。教會表示，這間教堂已經65棟啊，遮的教友攏真濟歲，除了有開中清大學，這嘛是社區重要的集會的中心。越南來的劉神父為着要談遮服務，特地嘛學一寡台語，希望會當繼續為教堂募款。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我是劉洪福神父。咱一間教堂注定派去接大家樂觀，和教堂結合安全，感謝天主，感謝大家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